台湾队伫咧经典赛资格赛头一战是以5比12输予西班牙，因为今仔日暗时第二战是对上南非，由21岁里米的好手沙主神先发，因为尼加拉瓜已经以1分之差拍败西班牙，已经得到2胜。但是台湾队伫咧今仔日暗时拍败南非，就有非常悬的机会，会再进入2月25的比赛。 九局拍完，尼加拉瓜甲西班牙1比1平手，比赛进入延长。在台北大巨蛋地下2楼外口看直播球迷讲，超过有期。比分来讲，没有想到会这么的咬得那么焦灼。对，比赛嘛，就是很难去判定说到底这场比赛谁的表现好，谁的不好。 尼加拉瓜再见安打2比1拍败西班牙，连续2胜，占据分组第一。西班牙是1胜1败，也相反摕到1败的南非队甲中华队暗时7点对决。我自己觉得就是还是拼好每一场，对，就是大家就是每个球员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样子。 球迷希望中华队莫阁出现因为计时的限制日出唔对，也希望投手群会使有效压制对手的打击。这部分中华队比赛进前有进行讨论。 昨天遇到问题，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讲出自己的想法，那能够在今天，对于比赛有所帮助这样。詹和基讲每队实力拢袂歹，比赛就是想办法赢每一场的球。虽然其他3队球员较生分，进步收集无简单，也不重点是挖靠整个现场的判断。 临场的一个判断，然后再去赶快去做一个调试。那当然，经过昨天，我觉得选手就是好好的把今天的心情调整好，那好好面对今天的比赛。那重点就是影响每一场比赛。中华队这阵是1败，若输予南非，也若西班牙赢南非，就算2-3对尼加拉瓜赢球，有关是确定淘汰。所以对南非这战一定爱赢，这边赢至少有真悬的机会，会进入2月25第2甲第3名的排名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